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5月16日公视第2台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。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日国内新冠肺炎增加206例本土病例，其中新北市上届多有97例，第二是台北市89例。上北对明仔开始，国三、高三唔免去学校，伫网络顶上课。艋舺警界区附近的楼上、龙山、双园甲因着国小停课1礼拜。疫情逼开后，医护人员无通哮喘，联合病院刚恢复用中央，了骹手来斗3工，无清线，医护人员会指责袂掉。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疫情。今日咱国内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增加207例，其中有206例是本土的。疫情指挥中心就表示，有一个确诊者对4月初6都有疑似症状，所以这波疫情可能伫社区内底隔一段时间啊。今日这206例本土，新北市是占上届多有97例，第二是台北市89例。新冠肺炎本土病例大大增加，指挥中心宣布，佫新增加206例确诊，分别是90位男性、116名的女性，年龄在5万5岁到80外岁。这确诊者分布在全台湾8个县市，当中一个以上北的艋舺甲棒球病例数上多，甲艋舺地基馆相关的有105例，有艋舺活动数44例，宜兰游艺场的相关有3例，某社团相关有4例，南部进香团有1例，48例调查中，特别注意的是，其中有1名确诊者。第4月初6就有疑似症状了。4月6号开始有症状，不过他4月30跟5月10号有去万华游玩哦，所以他是因为5月13号有收到我们的细胞简讯哦，所以他5月14号去医院的急诊采检，他并不是住在万华啦。指挥中心表示，对新增加确诊的个案，看到有119例是快速检查阳性案例，是对艋舺市的采检站检出来，阳性率10%左右。不过，要去做核酸检测，才法度确定是毋是确诊。那厝内底人有确诊个案，请单独一人一室，袂使离开房间，袂使共用浴巾啊，一定要挂喙暗，注意手骨的卫生。出现发烧症状，应使用退烧药啊来减轻症状。若是有喘气困难，继续胸坎痛、窒窒，若无清醒这症状，爱联络119卫生局1922，无用坐大众运输工具。而企业内出现确诊者，互指挥中心通知时，除了爱落实防疫指引的做法以外，也要强化环境的清洁、全面清洁消毒，内部落实分层分流，尽可能区隔可能接触者，互休困，甲要求健康管理。办公的所在设置嘛要调整，避免互这个感染一直互伊传出去。让员工有身体不舒服或者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。都可以来请假，那不要在假上面对员工，这为难，因为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让他不敢请假，反而对于公司的一个健康造成一个威胁。为着用个更加掌握确诊者的卡列，指挥中心也呼吁，若持有悠游卡、一卡通、iCash 这电子票证的人，应赶紧到票证公司的网站进行完成记名卡的登录，对达成实联制有帮助，也方便进行疫情的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日增加的本土病例当中，新北市有97例，这当中是棒球占上届多，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宣布讲，明仔载会伫新北联合病院的棒球院区成立社区体检站，要赶紧把社区内底患者总找出来，唔但会当互病患上下时机的照顾，嘛会当防止疫情继续传开。而且因为确诊的人数一直在增加，所以新北嘛开始征用病床，增加防疫旅馆。本土疫情持续压悬，10日新增加206例，其中新北市就增加97例，以棒球上多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，17中昼会伫新北市立联合病院棒球园区成立社区体检站，加强采检来阻挡疫情拓开。我们的板桥联医社区的筛检站，我们会兼快筛，只要大家身体上觉得有疑虑的，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筛检站来做好筛检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停启用，新庄的部分我们会再继续评估。新北市的病例增加了真凶，医疗的能量敢有够？侯友宜讲，最近这几天自肺甲科类的接触者，体检出来有120个人验出阳性确诊，确诊率是3.67%。因为安尼，新北市10了清点病院的病床，决定要设集中检疫所，和无症状也有轻症的患者会当做隔离，而且嘛启动第1阶段征用病院的病房。按算病床的数量，会当提悬到656床，而且会伫48点钟来完成。我们总共有180间的房间可以来做无症状及轻症病患。到时候我们会指派医疗团队
进入，也增加了防疫旅馆403间的房间。另外，新北市嘛甲4大超商推出实联制，嘛袂当伫咧内底食物件的措施。校友仪表示，伫非常时期，新北市有2200多间门市，拢愿意配合采取更较高规格的防疫。店头若是违反规定，而且佫未改善，就会依法罚3000块至15000块的罚款，而且要暂停营业到5月28为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即阵疫情清悬的速度是真紧，敢若靠中央做疫调，可能会赶袂赴，所以中央就授权予地方政府，会当家己公布较真案例行踪。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认为讲，较真的人数有过600人，已经无在调做有效的疫调，呼吁较真者都爱家己想看卖，有甲什么人接触过，通知因赶紧去体检。本土确诊的人数是直直创新高，台北市15个验出89例确诊的病例，数量一直清高。中央做疫调是规个无用试试，所以授权地方政府公布因在地确诊者的行踪。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讲，即卖已经无法度做疫调，英国零确诊疫调的方式已经无效用。我们现在只能要求说，被感染的案例不会再去传染更多的人。那就所谓 A 的 N 次方的概念，希望这 A 小于1，那 A 的 N 次方就是说几次以后让它断裂。所以我现在策略是这样：凡是在这一段时间被检查出来是阳性的，不管它是 PCR 阳性还是快筛阳性，你自己想想看啊，当事人自己想想看，从你发病前3天到你被隔离为止，你有接触过哪些人？反而是你要打电话去通知他们，叫他们回来快筛。面对台北市疫情的风波，郭文哲有新的对策，鼓励接触者做快速体检。根据台北市府提供的数据，15个一天，艋舺市的快筛站采检的总量是636个人，阳性率是10%。为了因应大量快速体检的需求，第5个快筛站目前已经设置完成。这个快筛站位于艋舺大道跟西园路的路口的青草广场，但是请各位今天不要去现场。今天的150个名额已经号码牌发放完毕。各界希望台北市会当加设快筛站。副市长黄珊珊是认为讲，以现有的人力恐惊是有困难。因为艋舺是这波疫情重点的区域，有民众烦恼讲，附近的街友群聚拢无挂催暗，恐惊会成做防疫的空棚。总共在万华地区是110位，每一位都列册列管，然后他们都有跟我们的社工每一天都会量2次体温，所以街友的部分目前为止都在控制范围内。台北市府强调讲，即卖疫情更严重，出门一定要专程挂催暗。若无遵守规定的人，会罚3000至15000块。因若这波疫情，嘛互万华分局成做防疫的重点区。分局长张良兴带警察人员做伙去病院做疫苗，希望甲大家健康顾好，才会当归心来对抗疫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湘北是即马病例上侪所在，所以台北市甲新北市达成共识，对明仔开始，湘北的国中3年啊，甲高中3年的学生，唔免去学校上课，伫咧网络顶上课到毕业典礼。另外，艋舺经界区附近的老松、龙山、双园甲英桥国小，对明仔开始停课1礼拜。环保人员穿规分丝的装备，甲每一个所在彻底消毒。高中的会考刚结束，所有的学校都要上课。台北市虽甲课场做消毒，不过即马新冠肺炎确诊的人数一直增加，湘北的疫情加悬。台北甲新北有达成共识，宣布为17开始，高中3年级甲高中3年级的学生唔免去学校，伫咧毕业典礼进前，拢伫咧厝里用线顶上课。星期1开始，高3跟国9的学生在家不到校，改采线上学习方式。我们的线上教学库克营其实是相当的成熟。天南艋舺经界区的老松、龙山、双园、甲英桥国小，经过讨论了后，嘛决定要停课1礼拜，采用自主学习，一直到23。因疫情较为严峻，4校全校停课1周，各校会协助学生居家学习。如果学生真的有无人照顾的情形，学校可以个别协助。有家长认为讲，学生逐天生活做伙，要严格遵守防疫规范是真困难。呼吁会当互重点区域的学校全面停课，或者是做线顶教学2礼拜。不过家长敢会当请防疫假，嘛是一个问题。另外有民众认为讲，互囡仔一个人踮厝里，不如互学生伫咧学校要较放心。2个家长是不是可以让其中的一个家长可以请防疫假？如果不停课的话，我觉得固定这2个人位置做着这个隔板
这2个人每天要负责清洗。本来孩子可能有一些计划，就学校本来也有一些活动，那现在全部都暂停。那如果人来学校，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。一直到闭点之前都在家里的话，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说，真的会比较反而会上班的不安心。也那对老师来讲，为即马到毕业典礼进前，还有真侪代志爱无闲。6月4号他们知道成绩，然后要怎么去选填志愿，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。因为疫情考量，有请假的需要请学校应予以同意啊。那这成绩以实得的分数来计算为原则。教育部表示，学生若因为考虑到疫情来请假，学校应该爱同意。伫品行成绩内底，未甲出席率算在内，所以嘛袂因为安尼互扣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湘北的疫情但警报。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，住伫咧湘北也是伫湘北上班的公务人员，未来2礼拜上班的时间会当春休，避免上下班时间伤侪人齐做伙。另外，外交部、国防部等等的政府机关都要开始实施刷位办公。因应湘北市防疫警戒加关到第3级，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，住伫湘北市或者是伫湘北上班的公务人员，为17到28，单线上班的时间是为早起7点半至10点，下班时间嘛配合调整做4点半至7点，分散上下班的人阵。也若湘北市府17会启动居家办公，还有分所在办公。另外，桃园市府住伫湘北甲基隆的员工，拢总900外个人嘛做分组办公甲居家办公。那由各单位主管可以指派这个。居住在双北、基隆的同仁可以居家办公。那另外，这个星期一开始，柜台人员要采取分组办公的方式。基隆市府表示，会鼓励住伫湘北甲桃园的人员伫厝内上班，或者是轮流休困。也若湘北市府大楼、甲各区公所，还有市府相关的办公场所等等，拢会做人流的管控，会分做办公的区域、甲为民服务的区域，民众暂时袂当入去办公区。另外，湘北甲桃园嘛取消所有伫咧2倍进前的公祭，呼吁会当改办线顶公祭，也若加祭会当照常举行，不过要遵守梅花座、防体温等等的防疫措施。外交部为17开始实施分所在办公，两部局的服务时间无变，不过出入都要签名，而且留联络方式。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因为受理民众申请办理业务，将从5月17日星期一采行人员分层办公措施。各单位人员分2组配置不同楼层，同时进行人流管制。外交部按算为19开始，会以外交甲国际事务学院的场地，加做第2办公室。国防部嘛严格采取分层分流的措施。湘北国军各部队、机关甲学校为17开始嘛实施分所在办公，所有的会议原则上是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疫情向逼甲遮尔济，互医护人员拢无通休喘。亲像联合病院的工会就接到投诉，讲有医护人员已经小连续上班上12天啊，拢无用到无时间通好食饭，而且连做行政的嘛互调去斗做体检。因为这个情形，工会就烦恼讲，中央若无调骹手来斗3工，第一线医护人员恐惊支撑袂了。疫情继续来上升，台北市联合病院佮院区人力是用甲真紧绷啊。第一工会对拜5到即阵接到超过20件医护人员的投诉案件，请求工会斗3工，有医护无用到无转去厝的，无时间食饭，休困的人员全部来支援来检查，也面对等待民众无耐心，大家拢添加袂晓讲咯。同仁跟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叫 Foodpanda， 没办法叫 Uber Eat， 因为没有人要帮他送，然后他也没有准备餐点，最后是由同仁分1半的便当给他吃。那我有跟长官高层反映过，高层只有说我很同情这位同仁。16礼拜警察传出台北市联合病院除了和平院区以外，也有其他院区也出现亲像和平病院的状况，有患者因为一般的疾病去看医生，最后却是确诊出新冠肺炎，这让医护人员大家真惊，患到真侪院内感染。对此，台北市联合病院副总院长柯大成表示，这阵确实量能不足，需要中央的协调和支援。会启动这个专责医院，所以希望双北至少在双北的这个县市的应变医院，我们过去都有指定过的县市的应变医院呢，应该要来启动作为专责收治确诊个案。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协调再多备这个专责医院的病床数。
湘北医疗量能真严，台大病院也公告，民众为着保障自身的安全，甲维持医疗机构的量能，强烈建议会使延后就医2礼拜，减少医疗负担。指挥中心统计，即阵湘北负压病房敢若剩51床，专职病房也有209床。指挥中心会进行内部人力的调控，而指挥官陈时中也有计拜一会甲相关工会来见面，听取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想要甲咱国内疫情压落来，就要靠咱大家做伙拍拼，好好遵守防疫规定，减少聚会。不过今日半暝，新北邦桥所10个人约食饭，甚至佫食酒相拍。另外，昨日有一对翁仔某坐接吻的时阵，毋甲喙暗挂好势，看到毋改善，佫甲现场的人骂。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以上这2款行为拢是害人害己，莫害家己吃罚单。好啦。一挂人伫小食店大声来叫骂，酒干仔也个椅仔拢真多武器，当场就拍起咯。你是麦当，你是麦当。我听警察的话硬要起来，警方出动警力来压制，场面一度是真混乱。那边啦，有这好，有哭嘞，你这个哭嘞。原来16饭店10位朋友相招在餐厅型的小食店食饭，酒啉落去了后，其中4个查甫人唔知安怎拍起来。事后警方也查到枪甲枪支，被以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罪嫌以上。只是这阵疫情真严重，因就是未接政府的禁令。本局针对涉案人违反室内超过5人以上的聚会，及店家未依10连制之规定，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。函请市政府裁处。我们如果一收到相关的资料的话，就会依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理。那这个的话，违反的话，它就是罚6万到30万的部分。湘北防疫则拄上上3级的警戒，依照规定禁止室内5人聚会，出外一律爱挂喙暗，偏偏有人不爱插这个禁令。而新北卫生局强调，若事情明确，会依法来开罚。而店头上发现无落实10连制，会先以可能来改善。你有走去啊？团家食饭，卖我不走来食，我不走来食。而不爱插禁令的，也有新北三甲的这个查甫人，伫人真多市场入口的所在，无挂喙暗大声伫骂，民众看到拢感觉实在袂插的。另外，有一对翁仔某坐接吻淡水信义线，无甲喙暗挂好，片仔留伫外口，有民众主动来提醒，反倒转互伊骂。尽管事发在10时，禁令还未公布，也过坐大众运输早就已经规定喙暗爱挂好，接吻也已请主管机关来开发。国内本土疫情继续一直拖，是毋是法度有效来控制？除了公部门全体来总动员，嘛要看民众的自觉甲行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着防疫，以观光探这小琉球，有业者发起旅游防盗做法，暂时无要接观光客。即马已经有超过100间业者来响应。同款是外岛的绿岛，嘛有8成民宿饭店甲餐饮业者，家己决定讲无要接游客，而且连续希望讲官府会当支持防盗的决定。来海边佚佗的游客明显变较少，甲过去每逢假日，真侪人来到小琉球的情形是差真多。因为台湾本土的确诊数一直增加，国内侪县市甲防疫规格提升到准3级。小琉球甲垦丁业者也自主发起旅游防盗到5月28岁发。明天就没有再让客人进来了啊，全额退费。我们是有去跟客户讨论退房的部分，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退的话就是退掉。大家已经有稍微的共识，可能会自主的休业，然后到5月，普遍的已经有公告的时间大概是5月28到6月8号。当地业者认为是岛上医疗资源不足，而且民众大部分是老大人也是囡仔，希望暂时莫出岛，也莫互游客入来。而到礼拜为止，已经超过上100间业者响应，台东绿岛也有相关的想法。几乎有8成都自行宣布要封馆，也就是说停掉今年的旺季的生意哈。绿岛的民众大约1000多人，拄着这摆疫情，当地业者自愿放弃今年大个生意，希望防岛来防堵疫情，也发起联署，希望官府来支持。这阵已经有8成业者串联，仍然需要相关的心声。这段时间大家先不要来，因为万一有一个或怎么样哈，我们南屿没有医院，没有地方可以收容啊。有民宿业者烦恼讲人数无便宜，不过也有人认为讲人数的退房率已经达到6成，无防盗也差不多啊。不过若真正要去，民众还是要做好防疫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烦恼封城、烦恼出外去防划到种种的原因，真侪民众甲大卖场客甲杂统统抢买民生物资。即马经济部已经协调各大卖场，亲像卫生纸、米这款民生物资同类商品，一个人干来当买2份。
另外，要入去真侪公共场所，即嘛拢爱登记，不过传统市场也是真歹控制。提到塑胶袋啊，民众伫只今日台北市即个室内传统市场，尽管中央呼吁传统市场应该落实新名字，但不过即个室内市场入口多，毋是每一个门口拢有专人来负责。而来到户外黄昏市场，民众大头拢确实有挂着水暗。有人讲，因为早时市场人多，挑工选伫下晡到黄昏市场，较袂人挤人。伫台北市部分的超市甲卖场，虾片也陆续封搬了，工作人员赶紧伫个拆箱啊补货。本土一天较真超过200例，引发民众惊吓，赶紧来采买。伊佫拄着拜六送货较少，店员虽然有补货，毋过卖场看起来还是真空。店长讲已经接到公司的通知，必要时阵会推出限买做法，互民众拢买得到。其实特别讲限购会造成民众的恐慌。那其实我们因为刚好逢假日，所以货源会稍微缺一点点，库存都卖光了。那我们已经都是陆续会进货的，像我们礼拜1、礼拜2、礼拜3陆续都有面类的食品会进货。双北防疫升级，民众惊吓来抢买物资，有网友翕到美食的卖场排队要介绍，看无真崩，就惊大家抢买。经济部推出限买做法，协调业者对着卫生纸、泡面、米、罐头这民生的物资，各类的商品每一人限买2份为原则，互所有民众拢有货通买。一人只能买2包米或2包卫生纸，觉得这样子的规定是合理的，会对大家比较好，不用抢。对呀，对，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。就是家里有缺的才买，因为买太多也没有用，担心也没有用，因为好像政府筛剂不够嘛，就是没有办法做快筛了，所以其实就只能自求多福。经济部表示，就算掌握民生物资的厂商拢应加班来生产，后续戏员供应无问题，只是需要时间。呼吁民众体谅卖场员工紧急调回搬运的辛苦，莫急在一时抢买。另外，此外采买物资除了专点挂水暗，嘛要保持社交距离，落实新名字来防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中的会考今日中昼结束啊。为着要彻底防疫，只要考生的体温上过悬，也是有呼吸道症状，都要去备用的市场考试。这2天计共有141位考生使用。也若是因为疫情无法度考试的学生有188人，因月底就要补考。教育部指出，若是到时阵连补考都无法度参加，就会用专案的方式来解决。对考场行出来，顺续伫门口翕相。各中教育会考伫16中昼时间正式来入幕。对动物的微笑相解，会使看得出来，心情有小可放松。只不过是本来规划好的庆功宴甲聚会，这阵全部拢有变化咯。有没有去唱歌、出去玩？疫情打乱。本来回去打电动。现在还是回去打电动，在家里打电动很安全。考完之后原本有预期说想要去哪里玩或者怎么样吗？去跟朋友聚吧。考完本来想出去玩，结果不能去。双北疫情警戒提升，不过各种会考照常来举行，所以讲应该有的量体温、消毒、水暗这防疫做法，全部拢要做到到。也未少家长是专程来接送。虽然我们平常就很守规矩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不太会需要有什么大差别。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接他。对，确保他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不会有太多的人群的聚集。在会考期间，这边考生的体温上过悬，也是有呼吸道症状，就必须要动用备用的市场。总共有5名考生临时使用预备市场，总共有141位考生使用第2类预备市场，分别在100间来应试。有新增53位学生，如果能够参加补习考试，我们会采外加名额的方式。如果考生没有办法参加补习考试，我们有关的个案的时候，他算他的解隔离的这个时间等等的这种一起来做评估。统计来，今年高中会考超过20万名的考生受到疫情影响，考生有188人，其中4个人确诊，179人必须参加月底补考。也果若是学生连补考拢无法参加，教育部说明会在下礼拜邀请学校甲卫生单位来讨论，看变怎用专案的方式来合作，确保学生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明仔天气是安怎？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，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，南部地区25度到36度，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。
大都地区24度到31度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，晚安，再会。